台湾艺术大学音乐系大部分的课程拢是古典音乐。今年进修学习班要转型，要来正做流行音乐人才培育基地，那么做伙来了解。用古典音乐正用的法国号、长号等等的乐器，演奏出流行音乐的轻松活泼。流行音乐是真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。为着要培育更较侪多元的音乐人才，台艺大音乐系进修学士班要转型打造成流行音乐的培育基地，希望结合业界的资源，帮助学生累积实作的经验。同时也有邀请很多的一个知名业界的这个知名的老师，可以到我们台艺大来。那么在这样的方面的一种传承授课，那同时呢，可以发掘更好的人才，将来在衔接产业的一个部分啊，那都可以到这些业界知名的一个团体工作室，就直接能够无缝接轨的衔接上去。这几年来，愈来愈侪台语歌曲创新多元发展。台艺大音乐系主任也表示，音乐是大家的共同语言，流行音乐是目前的趋势，也正支持学生用无同的语言去创作台湾的 T-pop。像现在 K-pop 韩国的流行音乐是在世界这么风行，我们也很希望未来能够创立我们属于自己台湾的 T-pop。台艺大表示，未来进修学士班的课程会包括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等等，希望透过这届转型，通帮助对音乐有兴趣、有热情的人学习累积经验，丰富创作底子。记者张家佳、谢桂玲新北报道。